都说现在的日子不好过，的确，未来3年大家要特别的小心。一个残酷的真相已经摆在面前，大佬们套现离场，没有了大的投资生意；中老们躺平不动，重资产的生意不做了，团队几乎都砍掉了2%，甚至更多。小老板们有90%都在吃老本的状态，没有老本吃的已经早早的关门歇业了。稍微有一点家底的在死扛硬扛，做垂死的挣扎，但是都陷入到一个怪圈，越穷越忙，越忙越穷，无力回天，虚假繁荣。46万家企业倒闭，310万个个体工商户注销，2亿人失业，这是最近1年的数据。就连星巴克都永久关闭了400家店铺，我们这家开了5年的实体店也终于倒闭了。当时装修费用都花了300多万，而且还是请了大师过来，按照金木水火土装修的。这里曾经是一个水池，但是因为过于难打理，后面填成了沙坑。但是现在你看一下，都有猫屎在里面，变成了猫砂坑了。还有这边的收银台是按照木的风格来装修的，你看一下现在的灰尘的厚度都非常厚了，是不是？还有这边的旋头墙，我这曾经非常喜欢哦，这个非常有逼格，但是现在这么凄凉。包括这些柜体，我们都是按照高奢的标准去做的。放到这里的鞋子曾经都是要卖到1000多块钱一双的，但是今天都给大家撤柜了，都给大家清仓了。这个